弟兄姊妹平安。今日所讀嘅經文係舊約以西結書第11章第1節至25節，主題係給被擄以色列人的盼望。作者喺以西結書第11章記載，上主嘅靈將以西結帶到聖殿東面嘅門口，先知見到有25個人企喺嗰度，其中有民間首領亞撒尼亞同埋皮拉提。佢哋喺城中圖謀罪惡，向百姓獻出壞主意。佢哋話：起屋嘅時候未到，呢座城係窩，我哋係肉。但上主吩咐先知宣告，刀劍將要臨到城中。當以西結宣告預言嘅時候，皮拉提突然死咗，於是先知就面伏於地，大聲呼求。上主卻應許，必定會將餘民由萬族萬邦之中招聚返嚟。上主要賜佢哋一個心同一個新嘅靈，將石心除去，賜俾佢哋肉心，使佢哋能遵行上主嘅律例。上主嘅榮耀由城中升起，停喺城東嘅山上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以西結書第11章記載，首領設計惡事，圖謀罪孽，自以為好穩陣。咁當你手中有影響力嘅時候，你會唔會謹慎自己嘅動機，避免為咗私利而作出錯誤嘅決定呢？